先开始，咱来关心新总统赖清德5日控要上任，内阁嘛会进行交接。行政长陈建仁昨昏就和未来的行政院长杜英台见面。陈建仁是表示，期待新的内阁会当继续伫立法院推动重要的法案。另外，立法院即马在野党团嘛已经提案，要请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台湾在不在？准行政院长杜英台甲新内阁成员行政院长陈建仁先甲大家做伙比台湾站。陈建仁表示，总统蔡英文任内陆续推出节能减碳、兴建社会主体等真侪项重大民生政策，望新内阁的团队会当善用各国沟通机卡，互更加侪重要法案会当伫立法院通过。您的这个性格特质就是很适合沟通的吼，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在那个一定可以有很好的跟立院的这个沟通。519口罩拿掉这件事情，对人民来讲，口罩拿掉比什么都高兴。那这也代表过去蔡总统带领在苏前院长跟陈院长任内，为我们的防疫以及疫后的种种。赖清德都还未上任，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都已经小连刷提案，想要邀请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而且已经排定后礼拜57日院会议程。但是形式是要随问随答、通问通答，还是报告刷就当离开？国民党团表示无预设立场。我们都没有预设立场，我们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来朝野协商的时候共同讨论之。昨时暗时，赖清德要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请51个党籍立委，暗阁予外界解套趁机会备战国情报告，先做演练。民进党团特别陪会。这个参会是为了让大家加油打气，然后彼此交换意见，没有要针对特别的议题。吴思瑶表示，赖清德真关心立法院的动态甲运作。赖清德较早是上强的党团干事长，予伊真侪鼓励甲指导，伊阁一直看念安怎团结作战。若民进党伫立法院会表决16连败，吴思瑶是讲实处少，表决会输，毋过论述袂使输，民进党会愈败愈战，累积民意上界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